Hello，咁今日咧就照樣係同大家做一個錄播嘅形式啦。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同大家去睇清楚到底中美嘅貿易戰入邊啦，瘋狂加關稅嘅情況底下，到底係對邊一個咧係較為不利嘅。OK，咁喺開始之前咧，先同大家做個免責聲明先。咁今日我所講嘅消息、新聞、數據、圖表等等啦，全部都唔涉及任何嘅投資建議，係純粹個人嘅記錄啦，同埋學術研討之用嘅啫。OK， 嗱，咁今日咧比較特別，我就唔同大家講新聞啦，我同大家玩 DeepSeek。OK， 因為其實呢一啲資料咧，其實全部我都係喺 DeepSeek 嗰度咧，咁去問佢，然之後再攞到出嚟嘅一啲資料啦。咁其實我覺得DeepSeek 咧，其實在於我哋係做一個嘅金融行業啊，或者分析嗰啲咧，其實可以好快脆幫我哋揾到一啲我哋需要嘅資料，然之後再深入少少去判斷，就係到底呢一件事係對緊未來嘅經濟啊有啲咩影響嘅。咁雖然我今日講嘅嘢咧，同我以往有少少唔同，我以往講嘅嘢都係圍繞住加密貨幣同埋呢個黃金嚟講嘅，但係今日咧呢一個話題咧，我相信係影響住全球嘅經濟啊，因為全球最大嘅兩個經濟體系啦，就而家係各自開戰啦，咁大家都知道就係互相加關稅啦。今日最誇張係加到美國加翻中國嘅關稅去到大概係104%，因為佢話加完中國，咁你唔中國再反加翻佢，咁你唔撤銷嘅時候，咁我哋就再加，咁所以令到個關稅就會好嚴重。咁但係其實到底個關稅咧有啲咩咁嚴重咧？咁同時之間就係佢哋雙方中美嘅籌碼，到底佢哋點解美國會咁有底氣？就係同你講就係話，喂，你唔撤銷你嘅關稅，就到我再加你嘅咯喎。咁其實咧，我係用 DeepSeek 綜合咗一啲資料出嚟啦。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嘅咧，就係中國對美國嘅出口總金額咧，喺2024年啊，即係我哋用翻往年嘅數據去做一個大概嘅判斷啦。OK， 大概係5246億美金左右啦。OK， 5246億美金左右啦。咁另外咧，美國2024年出口到中國嘅金額咧，就大概1636億。咁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啦。如果你話就住兩個國家嚟睇嘅話咧，咁其實咧，中國係好依賴嗱，要聽清楚，因為個 concept 咧，可能大家會比較混亂。中國咧係某程度上咧，唔可以話依賴，係比較上係佔得比較多，就係出口去美國而去賺錢嘅。嗱，你哋要搞清楚個 concept 咧，就係中國出口去美國嘅時候咧，有5000幾億，即係簡單啲嚟講，美國用咗5000幾億入口中國嘅商品。OK， 咁其實轉頭咧，你哋都可以望下呢一度，就係到底係中國出口去美國嘅嘢係到底係啲咩咧？咁其實我都綜合咗㗎啦，轉頭我會同大家講。咁而睇翻美國啦，美國調翻轉美國出口到中國嘅商品，亦都係啲咩咧？就係一啲農產品啊、半導體、高科技產品啊、能源啦，即係OK， 即係啲燃料啦，同埋一啲設備等等啦。OK， 咁其實佢哋兩個國家之間咧，我自己認為啊，我就覺得對於中國嚟講個影響係會大啲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國際貿易嘅層面上面，咁但係因為中國嘅人口比較多啦，所以佢哋內需亦都可以好大，咁所以其實嚟緊咧，而家中國咧出口去美國咧，好明顯咧，即係就住而家嘅貿易關稅嘅事件咧，可能就會越嚟越少啦。咁但係點解我會話就係美國嘅影響會細過中國咧？嗱，我哋就要睇翻佢哋嘅產品係咩啦。OK， 嗱，呢一度係美國出口到中國嘅產品啊嘛，大豆、粟米、小麥。OK， 咁啊同埋一啲燃料。咁其實呢一啲嘢全部都會被加關稅。咁變相中國就會對呢一啲嘅商品啦，首先第一樣嘢一定係貴咗啦，第二樣嘢可能減少咗個入口啦。OK， 咁其實呢一啲我會判斷為一啲叫做原材料啊。咁其實就喺個即係我覺得美國好聰明嘅一個地方就係佢知道你喺我哋國家入口嘅都係一啲原材料，所以就喺一個根基上面去攻擊你。咁但係同時之間，中國出口到去美國嘅係咩咧？咁其實某程度上已經係一啲製成品啦，即係大家出口咧，咁佢哋就係擺去美國嗰邊嘅。咦？點解我個 cam 又好似成日都壞壞地咁樣？真係好鬼乞人憎我呢樣嘢。OK， 咁大家會見到就係中國咧
永遠都係出口一啲製成品啊，製成品。咁其實製成品嚟講嘅話，即係我自己就會比較判斷到就係對於美國啦，即係當然都有原材料嘅，即係啲水果、農產品、蔬菜咁樣啦，但係佔比其實係$100億左右嘅啫，$100億左右嘅啫。咁其實點解我話就係美國咧係會比較上係有籌碼去做呢一件事咧，因為其實製成品我唔喺你中國入口，我可以喺其他嘅國家入口。OK， 咁當然某程度上都可能會提高咗就係美國嘅通脹啊等等所有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去比較嘅話咧，咁我自己永遠啦，即係通脹好簡單就係永遠就係你嘅原材料貴咗啊嘛 ，OK， 原材料貴咗啊嘛，即係譬如好似燃料咁樣啦，你燃料進口嘅時候都要收稅嘅時候，譬如一啲天然氣啊、石油啊、煤炭啊呢啲都要收稅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可能中國喺工業上面嘅成本大咗好多啦。OK， 咁所以點解我就係話可能喺呢一個貿易關稅上面咧，我認為會對中國咧喺國際貿易嘅層面上面咧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咧。OK， 首先出口少咗，然之後佢哋嘅成本亦都係增加咗嘅時候咧，即係某程度上係雙重夾擊啊！即係你做過一樣嘢，你會投放咗更加多嘅金錢成本落去啦。OK， 但係亦都不利咗你製成品嘅嗰一個出口，即係兩邊門都封住你。OK， 咁但係美國嚟講好簡單啫嘛，你呢度唔生產電腦，我可以揾印度、越南啊呢一啲再可能發展中嘅國家，然之後喺嗰度設廠再去做，甚至乎依家其實美國嘅稅咁低嘅時候咧，都可以係喺美國當地自己設翻廠，咁但係美國嘅工人嘅人工係會比較貴啲啊嘛，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淨係中國同美國去睇嘅話咧，咁我覺得美國某程度上係會有一個優勢喺度，即係起碼雖然佢做嘅嘢係傷敵1,000自損800，但係佢嗰800就未去到中國咁大咯。咁所以大家你哋如果喺呢一個貿易關稅上面咧，即係你哋係炒開股票嘅話，可以多啲留意呢一啲嘅消息啊，咁同埋我覺得 AI 咧呢一樣嘢咧最好用嘅地方係咩咧？佢係透過你嘅諗法思路，然之後去延伸一啲答案俾你，幫你好快咁揾到一啲答案。咁我之前亦都講過就係話會即係嚟緊我嘅課程啦，我嘅收費課程啦，會教大家點樣用 AI 去做一啲嘅協助你哋去做一個投資。咁其實我之後我都會喺個收費課程嗰度教嘅。咁其實 AI 依家出咗，所以我成日都講就係話市場上面無論你係跟單好、買程式交易好，任何嘅工具都好啦，係協助性嘅啫。OK， 最主要都係要靠我哋自己去分析翻就係到底嚟緊個市況係升跌定係橫行，然之後去做出一個正確嘅決定。咁當然你話如果自己分析同 AI 嘅分析係差唔多嘅時候，咁其實反而係加大咗你哋入市嘅信心啊嘛。咁其實我自己都有考量過就係點解有咁多人就係炒股票就會即係一出現呢啲大消息就會變成一啲股災，好多人輸錢咧。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即係上次直播都講咗，就係對投資唔認真，真係可以影響你一生啊嘛。OK， 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去用一啲工具咧，某程度上都係要令到自己係對撳嗰個掣入市嘅時候有信心。OK，AI 嘅分析同自己嘅分析咧，叫做係都係睇一致嘅方向嘅時候，咁你嘅信心咪會大增好多咯。即係某程度上，我覺得 AI 或者係一啲程式交易啊呢啲類型嘅嘢咧，係可以協助到我哋提升到我哋嘅交易勝率嘅。OK， 咁當然你話成日都講就話勝率唔係話最重要，咁但係你勝率高總好過勝率差噶嘛。OK， 咁所以大家你哋都可以運用多啲 AI 就去揾一啲你哋需要嘅資料。咁其實我今次用 AI 我就會睇清楚就係到底中國同美國喺呢一個貿易關稅上面嘅籌碼大家有啲乜嘢啦。OK， 咁但係對中國係咪一件好大嘅事咧？其實又未至於係一件好大嘅事嘅。即係我計過5000幾億呢一個美金嘅金額咧，大概咧就佔咗中國嘅 GDP 咧0.幾個%嘅啫。咁當然啦，可能都好似好大件事嘅。咁但係我相信每個國家都會有佢哋應對嘅方法啦。咁啊，而且中國最強大嘅係咩啊？係佢哋14億人嘅內需啊嘛。咁其實如果佢哋14億人嘅內需咧係超過咗佢哋嘅出口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對佢哋影響就唔算話好大。咁同埋貿易關稅一出，全世界嘅經濟都會係
準備步入呢個衰退嘅時候，即係要衰大家一齊衰，即係大家咁高咁大嘅啫，所以就唔算話要擔心太多咯。所以我上一個直播嘅時候喺車度嘅直播都同大家講，某程度上今次嘅事件咧係短暫性嘅影響，但係從而係幫大家帶來咗好多個金融市場執平貨嘅機會。當然我唔係話依家執，係嚟緊件事叫做差唔多完全 settle 好嘅時候，各個國家同美國都已經有一個好清晰嘅協議嘅時候咧，咁再去運行翻個經濟咧，咁就變相嗰個時候咧，因為大家都適應咗啦嘛，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再去入市嘅時候咧，咁你哋個價位亦都會比依家低啦。同時之間亦都可以睇得更加清晰個市況，所以其實你哋無論係炒股票好啊、外匯好啊等等所有嘢咧，其實我呢排我都建議係觀望為主，因為點解啊？因為佢哋個遊戲未玩完啊嘛，佢哋要玩完之後，我哋先可以跟住佢哋玩遊戲嗰個蹤跡去做交易噶嘛。OK， 即係依家我哋去入市去做 trade 嘅時候，某程度上係要估就係你可能會點樣嚟緊，可能會有邊一步棋會行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排嘅交易咧就會比較上係難做啲啦，但係唔係唔做得，但係好難做啦。我自己會覺得。咁所以我自己都比較少入市，就主要係做翻一啲分析翻個市況，觀望下就係嚟緊有啲咩大嘅機會。因為當呢一啲嘅呢一個關稅嘅事件咧，叫 settle 好咗之後咧，市場回復翻一個穩定水平。咁我亦都喺上一次嘅錄播同大家講咗，就係話當個 VIX 恐慌指數落翻3，係咯，唔知點解成日都會冇咗，我都真係覺得好煩呢樣嘢。咁我頭先講咩？我話當個貿易戰差唔多 settle 好晒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係個 VIX 恐慌指數落翻大概30附近嘅時候，就接近係完，即係唔好話完啊，接近呢件事係大家已經適應咗。OK， 咁當個市場嘅投資者適應咗呢一件事之後，咁資金就會慢慢揾翻一啲喺現時呢一個階段最有升值潛力嘅一個投資產品，資金就會湧入去啦。咁我自己會睇係邊樣嘢咧？即係唔係話買花讚花香，但係都係加密貨幣同埋呢一個黃金。OK， 咁黃金啦就會係商品啦，因為通脹所以會高咗啦。咁點解會係比特幣啊？咁我之前都講過下，就話比特幣而家嘅成交係非常之少嘅。OK， 即係一潭死水咁，冇乜人去留意佢。咁比特幣我成日都講就係話一啲大戶啦，如果佢哋係要推喐個市嘅時候，即係佢哋知道抌一大筆資金出嚟，一定可以推得喐個市啊嘛。會想推啲係好多人玩緊嘅市啊，定還是冇乜人玩嘅市啊？咁一定係冇乜人玩嘅市。咁但係冇乜人玩嘅市，有冇一個升值嘅空間咧 ？OK， 咁比特幣大家會見到啦，而家7萬幾點，即係升翻上去10萬，都大概可能有30-40% 嘅上升空間。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呢一啲市場咧係會比較係優先去選擇咯，同埋水係向低流嘅。OK， 比特幣依家對比起之前嚟講，算係一個平嘅貨品啦。OK， 即係等於可能10萬同依家對比，你依家係直情係有個7折，你係可以去買呢一嚿嘢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嚟緊，只要呢一件事咧 settle 好咗之後咧，咁其實咧啲資金就會流翻去比特幣同埋黃金。咁我認為黃金會早啲嘅。咁同時之間，我頭先亦都講過啦，就係當個 VIX 恐慌指數落翻30嘅時候咧，先係叫做接近正常嘅狀態，適應咗嘅狀態。點解我哋要喺佢接近適應嘅狀態去進場咧？因為當佢真係適應咗嘅時候，個市況已經走咗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有一啲嘅息路係可以去睇住，就係去判斷到底而家呢件事係點樣去發展咧。OK， 嗱咁新聞咧我就唔同大家多講啦，因為聽日我都可能會做個錄播。但係喺度咧，點解聽日我會做錄播咧？正常我係1、3、5做嘢嘅啫，2、4我唔做嘢嘅。OK， 因為我中意陪屋企人多啲。咁咧，聽日因為我喺夜晚啦，7點半至9點半啦，就會開一個免費嘅分享會，咁啊叫做分析的框架。咁其實主要就係同大家講就係分析到底我哋係點樣去做啦。OK， 咁啊有個概念嘅啫。咁啊同埋分析嘅步驟點樣，由一個新手嚟講點樣去做一個分析，就係可以根據住某一啲步驟咧，去揾到一啲你哋需要嘅資訊啦。我哋需要知道係要向乜嘢方向去做一啲分析啦 ，OK， 然之後去協助我哋去
做好就係交易呢一樣嘢。咁其實分析咧，其實都好重要。雖然我成日都講就係模式最重要，但係分析就係一個助燃劑咯。即係我成日都講就係話，你自己識做分析嘅時候，你唔會個市跌嘅時候，你係仲霎下咁樣喺度望住個市跌，你可能已經知道哦呢件事嚟緊會有機會影響個市，你已經可以做定一啲策略上面嘅部署咧，即係做翻啲相應嘅策略部署咧，去對沖翻個市場。OK， 咁啊，所以其實點解分析咁重要咧？因為假設啦，即係我知依家人好多係市面上有好多啲咩 AI 嗰啲交易程式啊等等所有嘢。咁講真嗰句，你如果連分析都唔識嘅時候，你點理解到人哋 AI 嘅交易程式係根據啲咩去叫你入市先？即係如果你連佢根據啲乜嘢叫你入市你都唔識嘅時候咧，你冇資格去就係即係你買完呢一嚿嘢啊，即係你贏輸已經唔關佢事㗎啦嘛。OK， 佢只不過我俾個息路出嚟，你跟就跟，唔跟就算咁樣。咁但係當你自己識分析嘅時候，你起碼可以判斷到，咦？你明明見到可能基本面、技術層面都係顯示嚟緊個價係會跌嘅時候，但係 AI 話佢升喎，你可以有多一個嘅考量情況。OK， 咁同埋你唔需要就係好盲目咁樣就係人講乜你信乜啊嘛。即係你有自己嘅一套嘛，咁所以我就設立咗一個咁樣嘅分享會，就係話俾大家知，其實分析係可以有步驟、有次序咁樣去做嘅。咁如果有興趣咧，咁你哋可以入我群組，咁啊 send 條 link 俾你報名啊。OK， 嗱，咁我開始咧，新聞消息就唔講咁多啦，咁啊直接同大家講下一啲圖表上面嘅分析啦。嗱，先講下美金先啦。咁其實美金咧，上次嘅錄播都同大家講過咧，係會係橫行嘅。咁啊，亦都要話俾大家知啦，即係通道真係唔係吹出嚟㗎，好似阿七師傅咁講，你估真係亂吹啊？你會見到啲通道嘅頂底位全部延伸 copy 出嚟嘅，啱啱好啊！所以點解我之前話黃金會升到大概3164嗰啲位置係一格格30蚊一格咁升上去咧？就係因為市場嗰個動能係咁多，我哋預計喺佢嘅動能附近嘅時候，就已經可以大概知道咗佢可能係短暫嘅頂底位喺邊一度。咁你哋大家都會見到個美金衝完上去回翻落嚟。咁而家美金係會升定跌咧？嗱，其實咧美金之前咧，我哋今日睇圖表，我哋要睇遠少少啊。今日嘅圖表真係要睇遠少少。我成日都好驚咧，講下個樣咧又冇咗，因為佢會停咗少少個錄音。嗱，喺呢一度咁樣行落嚟，咁美金嘅趨勢係升定跌啦？咁好明顯係跌啦。OK， 你亦都會睇到就係一啲移動平均線全部都指晒向下嘅時候，其實美金仲係處於一個下跌嘅趨勢。咁但係佢呢一個下跌趨勢入邊咧，而家做咗一個少少嘅 V 型反彈啦。咁即係代表佢又晾住咗。雖然佢再插翻落去，咁但係因為而家咧美國嘅貿易關稅咧，好似係暫時俾我見到個跡象就係撳住咁多個國家嚟打，即係每一個人都行過去同佢講：喂，我哋可唔可以傾下大家有一個好啲嘅協調啊？咁去傾一啲條件啦，即係譬如歐盟區淨美國話咧，你買咗我哋3500億嘅嘢，你先好去同我去丟一個關稅嘅嘢啦。即係大家都要就住佢嚟做㗎。咁其實顯然咧係見到美金咧呢一個嘅權力啊，唔係佢嘅強度，係佢嘅權力係喺國際嘅影響上面係非常之大。咁其實依家咧我覺得佢雖然係處於一個下跌嘅趨勢啦，咁但係呢一個下跌嘅趨勢咧，暫時會緩和咗先，因為而家好多不確定性喺未來，大家都係未清楚嘅，所以其實我都係繼續依然判斷啦，美金係處於一個繼續橫行嘅狀態啦。OK， 咁啊，但係就可以睇住呢一條通道嘅頂底位去做一個判斷啦。OK， 咁啊呢啲你哋自己畫翻啦，咁我就唔多講啦。OK， 咁講一講比特幣先。嗱，比特幣咧，其實依家落到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大家睇下呢一格嘢，就呢一格嘢啊，喐俾大家睇下。好，擺翻喺個位度先。OK， 呢一格咧，其實係咩咧？先講咗個價位俾大家聽先。76,700至到75,300 ，OK， 大家會見到咧，就係呢一度開始爆發上嚟嘅時候咧，唔好意思啊，今日幅圖真係會比較細少少。呢度咧爆發上嚟嘅時候咧，嗱，放大俾大家睇啦。呢一度做咗個平台仔嘅，咁大家記唔記得我講過就係話凡稱咧喺嗰個位置咧係做緊一啲上落嘅時候咧，即係橫行嘅時候咧，就係建立一道好好嘅圍牆。咁所以你會見到個比特幣咧，最近咧其實係當佢跌到落嚟呢一個位置嘅時候咧
OK， 有少少嘅反彈嘅，有少少嘅反彈。咁所以其實呢個嘅區間嘅位置咧，即係頭先講嘅大概係76,700啦，去到75,300呢啲位置咧，我認為佢係唔可以跌穿得。即係如果跌穿得嘅話咧，咁比特幣會去到邊度咧？比特幣咧，咁我又要再縮細啲幅圖啦，就大概會落到去下一個區間啦。OK， 就係呢一條白色線，呢一條白色線係72,700左右啦，跟住再低啲咧就會去到69,000至7,000點，69,000至7,000點呢度附近。咁最近咧，佢一定係差少少噶啦，最近係一定差少少噶啦。咁但係大家都會見到啲跡象，就係可能佢去到一啲重要少少嘅支持位嘅時候咧，會有少少反彈。咁所以就真係要睇佢呢一個位置守唔守得住啊！但係呢一個位置守唔守得住咧，我覺得係冇人知啊，冇人知啊，即係好難去判斷到佢守唔守得住啊。因為佢呢一個位置咧，已經係大家始終而家每一個國家啦，都係等緊美國公布一啲關稅嘅消息，然之後先睇下對個市場有咩影響，先可以去判斷到個市況點走嘛。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個恐慌 VIX 恐慌指數仲係處於50幾呢一個位置附近嘅話咧，咁我暫時我對於呢一個嘅黃金啊、加密貨幣啊，都係處於一個叫做恐慌性拋售嘅階段。咁所以我認為佢都係會繼續跌咯。OK， 咁啊睇一睇以太幣啦，以太幣咧跌穿咗我一條我認為嘅紅色警戒線啊，真係紅色呢一條。紅色呢一條咁大概係幾多咧？1522啊，1522。咁而家以太幣咧，其實咧，哇，真係有排睇啊！以太幣，即係幅圖係真係會花到爆炸。咁啊跌穿咗1522，而家啊大概1452。咁其實下邊咧就已經係去到1274呢啲位置啦，1274呢啲位置啦。咁大家會見到啦，其實佢再 drop 落去嘅時候咧，以太幣係有機會會破千嘅。有機會會破千嘅，咁反而去到大概1074個70嗰啲位置咧，就可以係浪一浪。但係如果1074呢一個位置咧 ，OK， 哇，我部機都窒窒地啦，搞到浪唔住嘅話咧，咁就真係破千㗎啦，真係破千㗎啦。咁其實我哋喺呢一個叫做乜都有機會發生嘅市況上面咧，全部嘢都有個可能性。即係大家會見到我呢排咧嘅分析會比較空泛少少，點解咧？因為真係好難睇。真係好難睇，即係你好難去判斷獨立今日係升定跌 ，OK？ 因為而家行緊嘅全部都係基本面去推動，而唔係技術層面去推動。即係平時譬如個市況，可能你冇乜消息數據出嘅時候咧，咁其實喺技術分析就係市場唯一揾共識嘅地方。咁但係當個市場其實而家基本面咧係咁強，亦都影響力咁大嘅時候咧，咁變相咧大家係要從基本面去判斷。咁基本面可以判斷到啲咩咧？你市場嘅動能啦、趨勢啦、方向啦，但係我哋技術分析唯一可以判斷嘅就係市場嘅情緒同埋即係一啲進場嘅價位咯。咁所以其實呢排咧我都只會係講大概嘅方向俾大家知，就唔作出一啲好精準嘅分析啊。嗱，黃金嘅話咧，其實黃金咧佢而家好明顯市場咧，大家會見到嗱，黃金咧今日有個重點啊，今日真係有個重點，個重點係咩咧？100天移動平均線，咁可能你哋會睇得辛苦少少，咁我嘗試下畫出嚟，跟住呢條藍色線 ，OK， 跟住呢條藍色線，其實100天移動平均線咧，某程度上咧就係大概由2023年年尾開始個升勢出現咗嘅一個佢到而家都未正式叫做完全跌穿嘅一個市場嘅運動規律位置 ，OK 就係呢條100天移動平均線。咁所以咧，如果黃金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咧，同依家嚟講咧，其實咧都仲係離開好遠好遠。點解咧？因為如果黃金咧真係要跌穿呢條嗱，大家我放翻大幅圖咧，你哋會見到呢條100天移動平均線，永遠個金價去到呢一度附近咧就炸翻上去啦。呢度附近就炸翻上去，所以咧佢依家咧暫時就係市場黃金最大嘅運動規律嘅一個支持位置。咁其實佢喺幾多咧？就大概啱啱好係2800左右啦。你當佢2800啦，直接當佢2800得噶啦。OK， 因為佢越行
咁佢譬如我當呢幾日個價位繼續急跌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呢條平均線會慢慢拉翻平再向下噶嘛。咁所以我哋預計大概 around 2800左右啦。咁2800咧，亦都係接近呢一個位置嘅頂部。OK， 咁所以咧，其實大概呢一個位置咧，我自己會認為咧就係黃金啦，即係嗱跌唔跌到落去唔知㗎，但係就呢條黃色線咧就係黃金一個比較上係重要嘅支撐位置。咁如果你真係跌穿咗嘅時候咧，咁我就認為黃金真係成個嘅升勢係完全結束咗㗎啦，完全結束咗㗎啦。OK， 就要調翻轉。咁但係佢有冇機會結束咧？咁如果係嘅話，我覺得冇乜機會會落到，即係有機會會落到去，但係冇乜機會真係完全結束佢嘅升勢咯。咁點解話會冇乜機會完全結束佢嘅升勢咧？因為就住呢一個嘅基本面啦，其實大家都知道黃金都係商品。咁當你原材料啊所有嘢都貴咗嘅時候，你通脹你黃金冇得唔升，因為通脹都係令到黃金上升嘅一樣嘢。再加上啦，就係而家其實大家都對於就係5月嚟緊嗰次嘅減息咧，咁喺呢一個利率期貨入邊已經係大概有接近48% 嘅人係越嚟越認為咧嚟緊美國係會減息。咁其實點解大家會對減息呢一樣嘢嘅期待多咗咧？最主要就係因為特朗普佢出呢一下嘅重拳咧，真係令到全世界經濟都開始轉差。OK， 即係大家都會見到恆指嗰日哇跌3000幾點喎，破晒紀錄，跟住然之後琴日升翻200-300點，今日又跌翻落去啦。OK， 咁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個市況咁差嘅時候咧，咁譬如要去救市嘅話，最快嘅速度一定係減息嘅。即係當然佢可以選擇就係繼續印銀紙啦，美國。咁但係當佢係減息去救市嘅時候，推翻高個經濟咧，咁通脹就擺咗喺次要嘅地方，先減咗息，搞好個經濟，然之後先再慢慢處理通脹嘅問題。咁所以其實而家嘅貿易關稅啦，我覺得係全面性利好咗個黃金未來嗰個嘅發展。首先第一樣嘢啦，就係會令到通脹加劇咗。市場咧係混亂啦、動盪啦，咁所以啲資金會去咗避險市場。咁之前亦都講過，點解唔係美金係黃金啦？因為美金就係貿易關稅上面嘅其中一個主角啦。另一樣嘢，而家貿易關稅因為搞到市場嘅經濟狀況係比較差同埋接近衰退嘅時候咧，咁其實如果各個國家係要去即係譬如美國啦，要去救翻個市嘅話咧，咁迫於無奈係要加快減息呢一招先可以救到個市嘅。OK， 咁假設佢減息嘅時候，咁利空咗個美元嘅情況底下，即係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加息嘅時候黃金跌到阿媽都唔認得，然之後減息嘅時候咪調翻轉黃金升到阿媽都唔認得咯。OK， 咁所以其實喺未來咧，我都會幾睇好就係尤其是今年啦，都會睇好加密貨幣同埋黃金嘅。咁我預計去到可能9月份度啦，第三季即係第四季開始嘅時候啦，咁其實所有嘢就會差唔多 settle 好咗噶啦。OK， 即係大家記住啊，係9月份左右啦，差唔多第四季開始嘅時候咧，咁我認為市場咧就會開始係健康翻好多，同埋穩定翻好多咯。因為我覺得而家中美都唔肯落台咧，有排打嚇。OK， 好，咁今日咧嘅分析就去到呢一度先。咁如果大家認為我講得好嘅，不妨俾個 like 我啦。OK，咁啊，另外咧亦都最後宣傳多次啦。咁聽日嘅夜晚7點半至9點半咧就會有個免費嘅分享會。咁啊因為我點解唔擺個 QR code 出嚟咧？個 QR code 咧 gen 出嚟咧，咁佢話過期，而家掃個 QR code 已經唔係去到嗰個報名表格啦。咁如果你哋真係有興趣去參與我個課堂嘅話咧，不妨而家掃隔離嗰個嘅分享群嗰個 QR code 入咗我哋個群組先，然之後我再喺群組度掉一個報名表格出嚟。好，咁啊，聽日7點半同大家到時見啦，拜拜。